紫蘇全身都係寶，你聽我講完呢條視頻呢，你就知道佢有咩好處啦。咁跟住呢條視頻呢，哪怕你再忙都好，你都要將佢睇晒佢，對你呢有好大幫助噶。紫蘇就係呢個秋季生長最旺盛嘅季節。夏天嘅時候呢，如果你經常出汗呢，摸起嚟仲係冰冰涼涼嘅，特別係手掌心經常冒汗嘅，摸起嚟仲係冰冰涼涼嘅，你一定要注意啦。咁呢個呢，就係身體向你發出嘅信號。你唔理佢嘅話呢，佢只會越嚟越嚴重嘅。咁呢種情況呢，就講明你身體嗰啲寒濕呢就好犀利啦。今日呢，我教你一個方法，叫做紫蘇暖陽茶。大家記得點讚收睇起身啊！其實呢個方法呢就非常簡單嘅，你喺廚房準備兩樣嘢就可以輕鬆搞掂噶啦。咁呢個呢，就係千古古方嚟嘅，歷代都喺度用緊。首先我哋去摘10幾片紫蘇葉呢就可以啦，然後呢，將佢洗乾淨曬乾，再加上10粒去核紅棗，再加上小米，經過古法嘅工序3蒸3曬，最後呢，用慢火一直炒到呢個米呢變成金黃色，紫蘇葉呢將佢炒乾佢就可以攞出嚟備用啦。然之後呢，每日堅持浸一杯，又或者你放喺養生壺入邊20分鐘呢就可以飲噶啦。堅持到呢個秋天結束，你會發覺你喺冬天嘅時候呢，你啲手手腳腳呢就會暖起嚟噶啦。所以有需要朋友呢，如果你冇時間去製作嘅話呢，你可以點開我頭像，頭像下邊呢就有一個少少櫥窗呢就有呢個嘢啦。你用開水浸佢5分鐘就可以飲噶啦，非常方便。